由範例藝術無共年齡層的學員，用油畫、水彩、亞克力、雕塑、電繪和媒材所呈現的30件作品，不只展現因的自然情感甲生活故事，更難得是借着藝術要甲工業結合，並回應無界線、無限制的主題。希望透過小額捐款或者是義賣，幫助阿蘭區的弱勢學童。雖然成長過程較坎坷，不過只要社會付出關懷，相信就親像天頂的星，會當看見因原本珍貴的發光。也是希望說，這個學生他看到流星的時候，他給他自己許的願望是說，好，我希望什麼，然後我可以的願望我可以成真，然後呢，就是可以有一個微微的亮的心，然後來代表他自己，然後希望他自己也可以，就是在這麼多的星星裡面，他也可以這樣子逆勢成長。這次的主題是無界，所以不管在主題或者是年齡，還有能力上面，都希望沒有界限，讓他們在創作當中可以很自由。那也希望在這一次的展覽傳遞的是，我們用藝術來陪伴，來給更多人傳達一種希望。規劃這場書生連電的執行長雖然是單人，不過因為一路行來受真濟人照顧，所以6當前的下願希望藝術不只是創作，更是陪伴生命並團結社會力量。對此嘛，予阿蘭區長魏文貴相當感佩，7號特別到場關心，看見其中100筆針描繪父親，特別是眼神皮膚光艷的立體感，真使人感動。邀請大家做回來欣賞並小聽做公益。整個一個婦女的人像令人看了令人感動因為父親節要到了，特別看到我們爸爸的畫像會令人去感受到爸爸的偉大。那甚至有些爸爸不在了，也會去想念爸爸的好那所以也在這裡，父親節即將來到，歡迎大家都能夠來到台江文化中心來觀賞。該書生連電對8月2號到29號在台江文化中心2樓展出，這不只是教下成果的展現，更是一場融合教育、人文加公益精神的藝術交流平台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